你好，我是吴国清，欢迎收看今日新历6月初4，公视台1台一报新闻。咱先来关心资本进行3倍券，袂当用点网络买面，不过当政策可能会变。当然，教育部、文化部认定的网站就会当运用。台中一间互国家征收有钓的翠岩工厂，私底下所生产翠岩出来卖，已经销有70多万地落市面。六四事件31周年，美国国务卿接见当时学生运动的人士，咱国的蔡英文总统、赖清德副总统嘛拢写文章纪念。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讲，咱国内今日同款嘛无新增加染着武汉肺炎的患者，尤其已经连续53天，拢无搁发生伫咧国内小卫病症的病例。讲到高雄市礼拜6要举办的市长罢免投票，但市长指挥官嘛强调讲，敢若有在家内隔离还是检疫的民众，袂当出门去登票，剩的是完全拢无制限。咱当卖来听下指挥中心上盖新的说明。今天我们仍然是没有新增的病例，好，那也维持了428人解隔离。有关于这个投票里面我们是有做什么限制？我们只做了就是居家隔离、居家检疫者当然是在法律上是被隔离的所以不能外出。那其余都没有限制。那有提到高雄有提到说，是不是长照机构相关机构人不能外出去投票或不建议去投票，这些都没有基本上这是一个公民权我们还是予以尊重。如果不能够维持社交距离，一定要戴口罩。咱过来讲，自本7月要分这张振兴3倍券，袂当用点网络买面。不过当政策可能会了改变。当然是教育部甲文化部认定在内，迄款咧卖艺术公演、体育比赛甲旅行车票的这网站，就会当运用这张券。但一寡用手工咧制作创新产品的小店头，嘛望讲因的作品若经过网络伫咧销，嘛通包含在内。这是我们台湾设计品牌，然后它全部都是手工设计的，然后它可以直接这样子戴上去。台湾本土设计师用电视工艺做出来工艺品有东方的特色，嘛有法式的浪漫，而且其中一间店面设伫咧大场埕，受到日本游客真介意。但是疫情影响之下，游客无要来，店家敢会当靠网络甲社群媒体来卖物件。有时候一天最惨下来，可能最低就是0。就是一个都没有这样子，就会走一些网络平台。那我们自己也有架设官网，然后或者是 Facebook、Instagram。行政院规划进行3倍券刺激消费，对设计工艺产业是好消息。不过原本规划无适用伫电商平台，互袂少实体店面烦恼讲，因的网络通路若是去用排除，等于搁互断掉一条生路。所以即马传出政策要改变，会改由正面表列，若是艺文、体育、旅游的卖票网站，有互教育部甲文化部认定伫名单顶悬，就会当适用3倍券。我们当然是很希望说我们可以被列进去，因为我们是希望政府还是可以重视一些台湾在地的品牌文创。以博客来为例，卖册甲10岁的主网站算伫电商平台内底，无适用3倍券。但是旗下另外一个卖艺文展览票券的网站，伊会当用3倍券。博客来回应，会尊重政府的政策，照规定来办理。记者综合报道。振兴3倍券若开始分，照讲邮局嘛有缀换。邮政工会理事长他就讲，进前因邮便师斗送翠暗酒精去药房，骹手就真安斗啊！即摆望中华邮政公司会当先甲卖3倍券的窗仔口要安怎开，人员要安怎调度来支援，拢先按算好。邮政公司这边嘛讲，确实已经有咧计划详细了。甲柜台人员又来顾门口，因应疫情，邮政公司派专人博体温，嘛派外勤的邮务师支援送翠暗甲酒精，人力已经到紧绷，所以来搁要接分3倍券的同仁。不好意思，我要临阵新卷。根据目前政府的规划，7月15开始，若是民众摕1000块甲健保卡去邮局的柜台，得当领3倍券。邮政公司已经开始规划，包括人力调度、柜台规划等等有路的部分。不过邮政工会讲，公司还未甲工会协商，而且会当看得出卡手一定无够。还希望政府也能够体谅邮政员工这段时间的辛苦啊，不管送酒精口罩已经来一次了，那我们很乐意去做。那这个工作是临时加进来的，那人力铁定是不足啊。工会分析，本馆用健保卡过卡连续一定会需要超过2分钟以上的作业时间，估计本馆的作业可能会每一个柜台员工逐个月加出7-8点钟的工作时数，员工可能要牺牲休困的时间来加班。在咧无违反劳基法的状况之下，人力可能袂堪至，希望政府会当派人来支
意愿。如果上班附近有邮局的话，会想在这边领。担心说邮局到时候人会比较多一点。对，一定的，对，因为它的营业时间有限制。那超商的话，可能时间比较长一点。邮件公司坦白讲，要配合政府的政策，就算公司另外增加的工作，嘛要好好来执行。目前会考虑成立专门的职业中心，来负责全台湾1299个邮局的买管动线。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一间医疗级的翠庵生产和国家征收有着的工厂，私底下把生产线拍落来，不良品重新加工，佫有另外叫原料来偷做偷卖，一地花到要10块。经过乌市大盘，佫有熟识人相报，已经销有70多万地落市面。当嘛去互刑事局移送法办。警方嘛提醒讲，来路不明的翠庵检验无合格，上好咱是唔通买。调查人员入去厂房内底生产线面顶的翠庵，还阁咧生产。这间伫台中市的翠庵工厂是政府征召的国家队产线，原本敢若有3条，因应疫情的需要扩张到8条。但是，设立的业者甲政府征召的翠庵数量拢落去了后，却私底下佫甲无合格的翠庵回收加工，同时佫私下进原物料，伫产线面顶另外佫生产，总共有超过70万批流入去市面。可能就是在原本的生产线内，将这个必须要缴交国家的生产数量缴交之外，额外加工生产的部分，他自己囤积起来对外贩售，所贩售的70万片非法交易的部分，大概获利至少在500-600万。警方是伫5月1号查到台中市大雅区仓库非法囤积医疗翠庵49万片，佮继续来追查。伫5月29号，同步伫台中市甲南投埔里这个所在，发现涉连环为首的6个人，陆续租用7个仓库来囤积或者是非法来卖，已经违反着防疫相关的法令。警方依法来移送，检方侦讯了后，3位有亲家关系嫌犯交保，其他3人无保，请回去。盘商的管道，透过彼此的介绍，或者是赖群组认识的一个管道来贩售。国家队翠庵的业者伫政府合作之下来增加产线，警方上门的时阵，还佫军人员伫产线面顶协助生产制作。但是业者私底下囤积买卖行为，毋但是违法，则无经过品管的医疗翠庵流入去市面内底，嘛互医疗器材防疫效果拍折。记者综合报道。之前已经有消息讲，日本要解除一寡国家的人民入境去因国内制限。毋过其中若像无包含台湾在内，这敢是因为幕后有中国咧施压力？早起外交部这边说明讲，目前日本病情咧谈还未平静，因拍算要开放入境的名单嘛还未定案，咱会尽量继续说明甲沟通。日本媒体《读卖新闻》进行报道，日本政府考虑要开放解除入境的限制，不过头一波的国家名单，泰国、越南、澳洲、纽西兰却无台湾，引发质疑。驻日的代表谢中定甲卫福部长陈时中拢表示，日本的考量可能有政治的因素。外交部是强调讲，一切也未定案。根据他们的说法是，这个完全都还在研议当中啊。所谓的首波名单啊，还必须要看这个疫情的这个趋势来做综合的考量啊。那我们当然就已经有积极的向日方反映，健康的前提之下，没有什么所谓的一个中国的压力。外交部表示，日本即卖疫情也搁伫第2波的风险，所以解禁的问题拢也搁在讨论，会继续甲日本协调沟通。就连原本6月要举行的台日经贸会议嘛延后举行。另外，原本定伫今年要伫美国召开的太平洋对话，形式嘛可能有变化。不过，外交部初时早起已经透过视讯的方式，甲美国的代表，还有太平洋的4个友邦，先展开防疫援助的对话。更盼借此次对话，与美国共同推动超前部署。共同就后疫情时代各方在太平洋的地区的依位合作进行协调，共同协助岛国提升防疫能量。即马台湾疫情缓和，纽西兰甲澳洲进前传出要组成旅行泡泡款纳入台湾甲南韩等防疫表现好的国家。不过目前因为澳洲境内也无完整的共识，这个计划可能要延到9月以后。台湾嘛也搁在了解当中，双方也无提出正式的交涉。记者综合报道。咱国来讲，进前外国学生来台湾读册人数未少。目前咱国内传染症咧谈已经有较平静。昨行政院内部后讨论到，敢要搁重新开放即寡学生入境。早起教育部表示讲，因为真侪国家病症烧话拢还未冻点，海关共款就要严格管制。唔，这会议的结论是按算即站暂时还阁无要安排。
因为大多数的大学6月中旬就会举办期末考试，6月底开始歇热。但望未少大学拢甲教育部要求讲，望会当量早予外国学生倒转来咱国内继续求学。昨行政院的会议是对下晡一直开到暗时，初步的结论认定讲，即阵海关共款就要严格管制。嘛因为真侪国家普遍的拢还未开放因的国民自由出境，决定未来才阁商议当时要开放外国学生转来台湾读书。咱我来关心嘉义地检署指挥嘉义县市的警方，做伙伫咧市内一间民宿仔厝，查到有人将毒品分做一粒一粒、黏啊甲落啊的咖啡包，搁含芳芳甜甜的果汁粉落去包做伙，计共查到11万包左右。嫌疑犯落网了后，检察官还搁咧烦恼讲，即款毒品已经有摄入去校园内面，担当伫咧扩大查办当中。警方把一箱一箱的毒品搬上车，嘉义地检署指挥嘉义县市警方伫嘉义一间透天厝内底找到真侪毒品咖啡包，数量总共有11万包左右，全部的重量超过1000公斤，市价大约有5000万左右。以量来看的话，算是那个嘉义县市近年来少见的这么大量的毒品哈。那这个那新被告也那个应该看起来应该算是这个毒品咖啡包的盘商哈，他可以说是自制自销啊。除了毒品咖啡包以外，警方嘛伫现场找到未少水果气味的果汁粉，怀疑嫌犯用这果汁粉套入去毒品当中。警方目前当伫积极追查毒品的来源甲去向。以前大部分都是调3合1咖啡，或者是其他比较一般的那种食品添加剂。然后这次我们查获的这些原物料当中，大部分都是水果系列的一些食品添加物。经过地检署的调查，嫌犯今年4月开始，就伫嘉义县市税厝来制作毒品，甲抓看到的3只毒品套入去果汁粉当中。警方就表示，会伫暑假期间加强对毒品的查缉，嘛呼吁少年朋友伫外口爱注意家己啉的物件，千万唔通啉来路不明的饮料。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咱搁来讲，今日早起4点外，天才要光迄阵，1号高速公路5股烫杨梅这则高架道路顶头发生火烧车意外，就是一只无牌驾驶所驶的轿车启动着一台车内拢灌盐酸的大台罐仔车，引起火烧，加在两边的司机拢着轻伤了呢。烧起来了！画面即只左罐车的车头规个烧起来，测试半暝，一只轿车驶伫咧5用高架的内边车道，向失去控制，弄着驶伫咧外边车道的左罐车。地属即只左罐车弄着内边雨烂了后，转导火烧起来，好加在即两个驾驶拢轻伤。疑似自小客车操作不当，与超罐车发生碰撞，导致超罐车撞击内侧护栏而起火燃烧。消防队接到报案，派34个消防员、11只消防车甲2台救护车到现场，用水线射水拍火。火是真猛，差不多20分钟了后，才甲现场控制落来。导火的面积差不多是3平方公尺，因若即个事故造成内线3个车道封起来。现场伫7点37分的时阵排除，开放专线通行。现场为盐酸潮的自撞分隔岛起火，那我们在4点25分钟抵达现场，并以泡沫驱水的方式将火势迅速控制。那另外2名车祸轻伤司机目前后送医院。国道警察表示，2个驾驶酒测单拢是0，不过经过调查，驶轿车的人是无照驾驶，按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会处新台票6000块至12000块的罚金。若轿车的车主甲车借予无驾照的人来驶，嘛会罚6000块至12000块的罚金。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中国六四天安门事件31年。美国外交部门的头人国务卿麦蓬佩奥嘛接见当时参加这场学生运动的人士，佮主动发布相片。咱国的蔡英文总统、赖清德副总统也拢有伫咧 Facebook 写文章纪念。蔡总统表示讲，过去台湾嘛捌遭遇过极权统治，望讲此去世间拢唔通阁有这款袂当讲出嘴的日子。美国国务院发布的相片当中，国务卿蓬佩奥甲6岁的幸存者王丹顶人做伙翕相。国务院指出，蓬佩奥真欢喜会当甲4个勇者会面。王丹嘛当面对蓬佩奥提出对付中国的3项建议，而且讲这是30档以来甲美国国务卿头一届公开的正式会面，而且嘛感谢蓬佩奥的支持。
今仔日是律师天安门事件31周年，蔡英文嘛伫咧人面册抛出6月初4拜四的6日相片，表示讲伫咧中国每一档干那364个日子，有一天去互放袂记哩。伊嘛指出，过去伫台湾嘛捌有袂当伫咧6日顶悬出现的日子，毋过即马已经一个一个找倒来，因为台湾已经毋免阁暗砍历史，会当共同来思考未来。伊嘛祝福香港，希望这世界上每一个边仔角、每一片土地，拢袂阁有消失的日子。偌一点嘛破文向对方发声，希望中国自我反省。平反律师，而且顺应民主潮流。陆委会嘛要求北京政府重新检视律师事件的历史真相，还有爱生困的回事的。我们呼吁北京当局应正视人民对自由民主的期盼，早日启动合乎民主正义程序的改革，并重新审视60事件的历史真相与真诚道歉，才能真正化解冲突矛盾，让自由开放的公民社会成为前进发展的力量。针对这件代志，中国外交部伫例行的记者会顶馆，各一概用一寡543来回应。80年代末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中国政府早有明确的结论。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充分说明中国所选择的发展道路完全正确，符合中国国情。毋过，中国外交部的网站顶悬并无记录因回答台湾干涉律师问题的回应，嘛显示出中国封锁律师事件的企图。记者综合报道。几日前，国际媒体美国联合通讯社有报道，今年正月初，世界卫生组织 WHO 内底的官员捌伫咧开会时，不满讲中国提供互因运用武汉肺炎病毒的资料，竟然遮尔不足。毋过中国外交部当时反驳讲，报道的内容无影是事实。今日 WHO 的记者会嘛毋愿直接解说这件代志实情到底是啥款。根据美联社摕到 WHO 内部的文件甲录音档显示 ，WHO 的官员私底下捌真侪遍怨讲中国分享的资讯无够，佮一直无公布基因实例。报道佮讲到公共卫生紧急计划执行主任莱恩甲同事讲，烦恼疫情会亲像 SARS 共款爆发，要对中国施加佮较侪压力。但是莱恩面对媒体提问，无正面回应。Our leadership and staff have worked night and day in compliance with the organisation's rules, regulations, to support and share information with our member states equally and engage in frank and forthright conversations with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That's what I would like to say. 所以有2间媒体共款对这个报道提出问题，但是拢互会议的主持人直接跳过。Do you confirm that China delayed releasing coronavirus info as written on this inquiry? Thank you, Ricardo. I think Dr. Ran already answered this question. So unless there is something else that our speakers would like to add, we will move to a next question. We have. 对这件代志，中国外交部反驳相关的报道，而且讲中国的抗疫行动对全世界公开，会堪你时间甲历史的检验。我不知道你所说的内部消息从何而来。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有关报道与事实严重不符。虽然中国方面否认 WHO 嘛无愿意对报道发表较侪评论，但是会议当中却主动带出另外一个议题。秘书长谭德赛宣布准备恢复羟氯喹宁治疗病毒的临床试验。记者综合报道。真前，中国通过香港版的国家安全法了后，也引起英国首相投稿去媒体，讲未来这条法律若正式实施者。1997年，中国开始戒管以前就已经出世的每一个香港人民，拢会当申请移民去英国。英国的外交大使嘛表明讲，就算牺牲甲中国所签的自由贸易协定，伊若要对香港伸出援手。中国印刷港版国安法原本是正式民国的英国已经准备要替香港的自由来奋战，包括甲中国签的自由贸易协定，嘛会当牺牲。Us extending the BNO passport holder offer to come to the UK in the way I described is not contingent on a free trade deal or anything like that. We wouldn't allow that to get in the way of us doing our living up to our responsibilities as a matter of principle. 前一天伫咧国会，特部嘛对中国发声，表示抑阁有机会通回头，应该尊重香港自治，嘛尊重中国本身伫咧国际职责。
排队的人资料拢准备好啊，就是为着要申请或者是换新英国国民的海外护照。伫香港回归中国进前出世的，超有300万的香港人，拢有资格通申请。传出英国准备要拍开国门了后，符合资格民众连续几啊天拢拼来快递公司寄资料。I do think that what is happening now is potentially going to be an infringement of the Sino-UK, Sino-British Agreement of 1987. It protects political and civic freedoms in Hong Kong. So what we're saying is that we want to hold out our hand, a hand of friendship and support and loyalty to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I think t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On 强生导师媒体指出，波哈多目睭金记在香港失去自由，宣布会修改移民法规，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的香港人会当享受的优待，包括停留的时间延长至1天，而且还有工作权，这嘛去用当作是摕到公民身份的跳板。不过中国外交部也是甲平常时同款批评英国干涉内政。英国对回归后的香港无主权、无治权、无监督权，因此英方无权假借中英联合声明对香港事务说三道四，干涉中国内政。在例行的记者会，就已经回应联合声明，不是中国对英国的承诺，嘛不是国际义务，考说英国才应该把市民的心态放下，认清香港已经是中国的领土。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意大利这国，等下进一步解除国内封锁令。6月初3开始，因会搁再接纳欧洲联盟遐国家的人民出入境。国内无共县市中间嘛挺好自由行耍。这当阵，意大利国内大小位的飞机机场，搁有火车头，人拢排甲吵。因为众人拢要趁即阵有搁开放，赶紧和亲人搁再会面。意大利进一步解除封锁的措施，初3开始针对欧盟国家重新开放边境，而且开放国内辖区之间的自由，希望会当趁机会提升经济，特别是去予封城措施影响的观光旅游业。Dal 3 giugno, quindi da questa mattina, non sono più richieste le autocertificazioni per entrare in territorio nazionale. 意大利自从3月2日开始关闭边境，对国外入外的人员必须要自我隔离14天。初3打开放欧盟公民出入境，罗马费乌米奇诺机场的人就坐甲吵，大家拢想要赶紧甲厝里的人团圆。Allora da febbraio a marzo, sì, marzo-febbraio. Quindi per lei oggi è una giornata speciale? Sì, vado a trovare i miei in Germania, quindi da febbraio non ho visto nessuno della mia famiglia. 记者在访调伫哥伦比亚意大利人的包机嘛，总算稳准入境，大家分开真久，亲人见面拢难做伙。4 mesi che non ci vediamo. Perché non vi vedevate? Per la pandemia. Eravamo rimasti bloccati a Colombia. Comunque tutto bene. 意大利疫情发生以来，累计23万3000外例确诊，超过3万3600个人死亡。目前商店、咖啡馆、餐厅，还有部分的旅游景点嘛，拢已经重新开放。部分人士烦恼讲开放的速度伤紧，附近国家瑞士甲奥地利嘛，还未对意大利开放边界。记者综合报道。等下关心国内南北二路的消息，虽然振兴3倍券7月才要分。不过新北市侯友宜市长也已经提早传要拼市内的经济，较紧兴起来。6月13、14，新北市要举办汽车电影院的活动，让市民个人驶轿车，做伙去室外看大银幕的电影。四边各有市仔来伫咧摆。侯市长讲，经济若带动有起来，病情咧团的买财，无定嘛会反作好歹。欢喜做回来，青春电影耶！为户外汽车电影院活动开始，抢伫中央发放振兴3倍券进前，新北市振兴经济新动态。6月13、14两天要举办伫车顶看电影，周边阁有单位会当说，唔但要协助电影业者复苏，阁要招市民恢复正常生活。我们预期大概有1500人会来欣赏我们这个汽车电影院的放样。同时也带动周遭的消费能量。振兴券或是3倍券公布以后，外面有一些不一样的声音，我希望都能够倾听大家的声音，在还没正式发行之前，把大家很多的疑虑能够改进做到位。
中央按算7月中发放振兴3倍券，但政策公布了后，为无造钱转向会当造钱，对电商的规范嘛是讲法变来变去，互民众无傻傻。侯友宜呼吁中央爱听各界的声音，伊同时指出，新北市会甲外送平台合作，甲夜市的食食送到厝，刺激微型经济。但是对车北虽要有条件开放酒店舞厅营业，侯友宜强调爱落实防疫为优先。不是我们今天开放了，就是永远开放，随时会把大家在营业的过程当中，我们用更严格的态度，希望业者该关闭也要恢复到关闭的状况。既然你没有办法做到，为我们疫情最大的考量，我们一定严格取缔。虽然疫情大大稳定，但是犹原袂当放轻松。侯友宜严格看待以后的新生活，以电影海报顶边的文字来引用。有当时啊，歹代志无一定是歹代志，只要掌握后面振兴经济的气势，互歹代志变好代志。记者郭灿俊、上清北市报道。镜头扫落南来讲，6月初1，高雄市就开始推出购物嘉年华的活动。去高雄大饭店就会送200块的犹太券，互人买面消费。结果昨有旅客去市府所公告的店头要使用迄张券，对方说讲无配合无收。当市府的经济发展局就承认讲，有的店头确实还未联络好势，这2天就会重新整理名单，改正公告的内容。振兴经济，高雄市投入5000万推出购物活动。6月初1开始，第一高雄大房就送200块的抵用券，但有游客3号照使用名册前往消费，店家无爱收。手机那个网页那个名册就给他看说，这个上面的那个店家，然后地址是你们这边吗？然后他就说是，然后他就说可是他们没有配合这个活动。唔过游客拄到的店家唔知影抵用券是这到店家所徛的蛤蟆城地区附近真侪店嘛唔知影，也是伫咧3号下晡才互通知。应该是你就先通知店家，你争取店家的意见，该怎么处理？不然我们一般应该是会拒收啦，因为不知道它的使用方式啊。我们如果兑换之后，我们要去哪换钱？对啊。他们没有说啊。有店家表明，烦恼未来有欠款的问题，无互通知就无拍算使用。市府活动的官方网站公告150几间店，其中嘛有1间暂停营业的餐厅。市府承认也未全面确认所有的店。整个活动是透过商圈理事长跟夜市这边的一个协会来帮我们联系店家。那确实有发现说，店家反映他。还没有收到这样的一个活动的讯息。市府表示，可能一开始准备的时有误解，造成一寡地方唔是提供有意愿参加的名单，将会加速到每一间店确认，伫2天内公布新的版本。记者王介川、面交款用报道。来看东部上新的消息，国民党籍的花莲县议员蔡启塔，10天前伫咧担任花莲市市长的时阵，和迄当阵的立法委员林正理2人牵涉到收人工程的舍礼案件。6月初3，这条案去予最高法院判决蔡议员15年有期徒刑，夺去公权7档，就此定案，未当去上诉。我不希望县府一定要做最好的政策，不要危害下一代的子孙。国民党籍花莲县议员蔡启塔，初3早起，还佫伫咧县议会针对北方市机场，还佫有土资场等等相关的议题做质询。下晡就传出伊的官司已经定现，引起花莲各界的讨论，嘛关心了后议员这个释处，也若照选罢法的规定，是由同一个选区第2高票的人来补。县议会还是要等这个内政部以及中选会的公文才可以确定。那依序如果说确定的话，那就是由这个徐子芳来递补。来补这个位的人，市主峰是国民党籍，翁婿是前花莲县议会议长杨文哲，后生是花莲市代表杨德芳。伫咧地方是真有实力的政治世家，也若外界对这对母仔囝面代未来要安怎合作，大家拢感觉真好奇。刚开始是惊讶的，但是我想这感恩的心是比喜悦的心来得多。宪政上面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合作关系，因为我们这样子会有更大的力量，能够去帮民众去发声。也若蔡启塔涉及的案件，主要是伫咧担任市长的期间，甲前立委林正义涉嫌收空米奖，包括立化粪扫场、规划中山公园、伫海边做沙坡排球场、甲篮球场，还佫有道路景观的工程案。1审甲2审4个罪拢总判15年，褫夺公权7年，伊不服提上诉，已经获台北最高法院驳回，专案定现。记者综合报道。来讲财政、金融、经济上界新的消息，
因为美国甲中国的贸易战争，台湾电子半导体的技术伫咧全世界，嘛更加都要保持领先的地位。行政院当就计划要拨超过100亿，招募外国生产电子晶片的大厂来台湾设研究的部门。目标包含先进的半导体、5G 通信，还有 AI 人工智慧。望即个国内外拢还未成熟的先进技术，会当来咱台湾定根发展。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冲击，加上国际大厂亚太战略中心布局，分散比中贸易战带来的冲击，上准台湾有机会成做全球高科技研发中心。经济部提出领航企业研发深耕计划，指出台湾有人才优势。行政院开超过100亿，上准新兴半导体、5G 通信、AI 等等全球3大高科技的市场，要吸引国际大厂也未成熟的技术来台湾发展，成立研发中心。所谓的 IMD 的这样子的一个，包括在人才、揽才各方面的一个评比上，我们都是亚太的第3名。许多各国的这个政府跟国际大厂，目前在所倡议的，或是在所推动的，不外乎5G、AI 跟半导体哈，这都属于战略性的一个产业。这项7年的计划，按算新兴半导体产业链会带动2025年产值468亿，5G 通信的部分相关的产值会达到5700亿 ，AI 解决方案会有3600亿，相关营收到2025年累积有7500亿。政府提出吸引人的方案，包括外国晶片制造商伫台湾设立研发中心，相关会当摕到研发成本1半的补贴。台湾本土晶片公司若是说服外国的供应商，同款伫台湾生产发展，嘛会当有补助。若补助的方案有特别的要求，业者至少要提出1半以上的自备款。不是只有政府出钱，我们希望的部分是产业本身或厂商本身也要积极的投入经费。行政院强调，目前已经甲 Google 甲亚马逊直接合作。望这个计划会当带领台湾为代工制造转型到研发创新的国家。估计未来每一年厂商投资超过400亿研发投资，甲6350个研发营运的人才。因为5G、AI、半导体是高敏感的科技，也佫会当顺续带动台湾国际战略的地位的提升。记者综合报道。各行各业拢真拍拼，咱的政府嘛同款。咱过来讲中华民国对外贸易发展协会，当已经串联超过2000间厂商甲医疗机关，组织一个台湾防疫产业的联名，搁踮网络顶头采起一支防疫国家馆的新看板，并是要甲这回咱台湾地动传染症的好经验，甲医疗健康方面上界先进的工业技术，拢宣传去互世界各国知。新冠病毒疫情伫咧全世界滚价，啊，毋过危机嘛是转机。过来因疫情所产生的产业大爆发，外部协会整合过来相关防疫产业，创山顶平台防疫国家馆，组国家队来拍国际杯。那我们发动那个大联盟呢？实际上我知道 CDC 的这些数位的平台里面是多家了，至少我知道我7家。那防疫也是国防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数位防疫大联盟实际上也是超前部署。相关防疫产业其实真多元，包括体温监测器嘛大进化，加入 AI 技术，透过影像辨识，若会当监测体温，佮会当辨识感受挂喙炎。若是无挂喙炎，随测影像，就会当伫咧人群当中找出目标。口罩辨识，人脸的辨识，多人脸辨识。好，那我们可以结合门禁，所以说，当一个人如果温度过高没戴口罩，那我就不允许他开门。伫咧疫情期间，台湾生技公司伫咧快筛试剂研发有进步，尤其是核酸检测分析仪。台湾的厂商已经会当家己生产制造，而且佮行销海外市场。只要你所采检到的这个样本50个样本数的话，比如说就是50个病毒，那我们就可以检测得出来。那我们的呢，基本上就99%到100%是没有问题的。台湾本土的纺织大厂嘛，加入去防疫的市场，机能性的布料佮会当做防护衫，而且强度佮较好，佮会当重复使用。用机能性纺织品来做隔离衣的话，洗30次，它可以节省70%的总成本，效果甚至比隔离衣用的布织布效果更好。新冠病毒疫情发生了后，真侪台湾产业投入研发相关防疫产品，就连喙罨嘛有升级，像讲3D 的印喙罨会当重复使用，还是讲黏打式的喙罨挂起来面的部分会更较密。这寡独家的专利技术已经用伫咧这波的防疫当中，今嘛要透过外贸协会整合来行销全球。记者综合报道。
明仔载就是世界环境日，今日早起10点，蔡英文总统接见全国各地头环保团体代表，其中有一部分的人士未入去总统府进前，嘛先开记者会，望讲蔡总统会当甲桃园大潭、关塘工业港遮第3天然气接收站的建设赶紧画大动，因为在因咧主张要抢救世间罕见天然的海草礁，就要赶紧趁一阵。环保团体选离总统府无远的所在举行保护藻礁的第103场记者会，立府面见总统进前重申诉求，呼吁总统蔡英文履行承诺，藻礁已经受到迫害了后，应该马上宣布停止大潭兴建关塘工业港甲第3天然气接收站，马上来抢救。在它海上的工程还没有正式全面启动之前，我们还有救它的机会。那么这个救它，就是我们的小英总统。为桃园内的亲子共学家庭嘛加入响应，有家长表示，伫疫情期间第一届感觉住伫台湾是安尼幸福，认为蔡政府伫各方外交佮防疫的措施成果是大家拢有看到，但伊唔知影为怎样对有性命的藻礁煞无关心呢？作为教育者，我们想说，蔡总统在国防外交的选择上非常正确，不代表他就能转身对环境残忍。无代表呼吁蔡总统即马无连任的压力，应该好好实现环境正义。蔡总统已经伫下昼10点接见有15个环团代表参加，会甲今年伫环境会议顶头做成的28项建言交予总统。环团嘛会伫会后佮举行记者会说明。记者林夏基文台北报道。咱搁来讲森林卖寮苦楚港遮，有一搭互讨海人暂时运用的码头，损害已经真严重。渔民便若要出去讨掠，就搁撩水才会当爬上船。虽然去年县府这单位拢有去到现场会勘，不过嘛拢无去修理甲改善。县府的水利处这边是说明讲，本地要争取经费，连海底所积的土煤同齐要清，无当就重新检讨讲，看是赶紧先修理码头做便桥，互渔民通好运用。来到卖寮苦楚寮的港义码头，接完本的渔港被征用，开发大数6顷分区后，6顷第8梯起简单的码头。提供渔民来停靠渔牌啊，无像1、20只船地只作业，但2年前码头设备破损，若要出海作业，拢需要大水来停船。渔民反映都无多啊，咱嘛是爱甲渔员用渔员路争取啊。啊，即马这条沟吼，真水饱啦，啊，水摕落嘛是无水啊，嘛袂得做啦。当地渔民表示，去年运管府和6顷等单位要来码头会勘，并承诺会来修理，但到目前为止，一直还未来动工，无法度出海作业，嘛严重影响到生活收入。督促运管府水利处就表示，目前在努力争取经费中。是说清淤跟码头修复到时候会一并来进行，所以由于清租还在协调当中，所以码头还没有完成相关的一个新建改善。水利处表示，码头和便桥的修理经费大约需要420万，已经准备到位，但经过实地勘查，巷道的沙仔塌甲真严重，不利渔民安全通行。目前正在争取1000多万的清沙经费，希望做伙来解决问题。目前因为清沙的经费还未到位，会来检讨是要来新做码头和便桥的修理。记者为你报道。来关心医疗甲教育方面的消息。台东县内一个学生因为得着罕见的病症，读国校甲国中上课的时，县府的教育处拢有替伊穿迄款细台会当刷的冷气，互伊吹落去降低体温，脑部才袂损害着。不过今年伊升起来高中1年，就无算是地方政府的管辖在内咯。伊的许大人虽然有反映，结果却无半点的结果。主管机关讲，这款算是个人的用品，无法度搁再提供。卫福部统计，国内着无冠症罕见疾病人口无到10个人。伫台东县，就有一个高职1年的新庄学生有无冠症。即马天气遐尼热，上课的时阵座位边一定要放一台移动式的冷气来协助身体降温。若是无注意到，就会损伤脑部。就比较专心。因为阿雄进前伫国小到国中的冷气，拢是由县政府教育处提供的特教设备，但是到高中的阶段，属于国教署的负责范围。家长向国教署询问，国教署表示，敢若会当提供甲学习有关系辅具，而且移动式的冷气是个人的用品，无法度提供。家长只好家己装钱、家己买，但是效能无好。
家长认为讲，这种用品嘛，甲特殊学生学习有关系，无应该到高中以上都无提供，目前县府会先借一台互伊用。得到的结果就是，我们不符合这个申请要件这样。县府这边会就是依照他之前在国中的一些服务的品质，暂时先给予一些必要的协助。台东县教育处表示，已经向国教署反映，目前国教署会用个案的方式来处理，甲学校讨论了后，才提供必要协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的消息，去年开始，台南市政府推动路边停车智慧型收费的系统，倒位剩偌济车位，电脑的告示牌拢会报车主在。但即阵台南市内这款智慧型的停车系统所设的比例，已经达到62.5%，是全国排上头前的。市府这边嘛讲，未来继续打拼，建设到100%。来到台南市政府来办公，就会使看到交通局近期拄啊完成的停车指引告示牌，搁剩偌济车位，一看就了解。为了提升停车的周转率，台南市政府去年是推动智慧路边停车计费的系统，到现在比例是达到62.5%，全国第一。总计在台南市目前的停车格位已经有7500起，是已经完成智慧化这样子的一个目标哈。那这样子的目标的好处是什么？就是可以让市民更容易、更方便的可以查找到停车格位，可以节省民众找寻停车位的时间，也可以避免塞车绕行产生一些空气污染这样的一个状况哈。台南市政府收费路边的停车价大约有12000架。台南市政府是透过地方公司协力建置智慧停车条、地处侦测器。民众停车的时阵，唔但会当看停车的指引牌，阁会使使用市府推出的 App， 要查看阁有偌济停车价。停完车要离开的时阵，更会使现场来纳钱。虽然讲宣导也阁无够，但是民众嘛会使接受。值得鼓励，因为这个好像在国外好像也是有这样子的，就是也是用这种方式，所以我觉得也是不错。第一个，因为它像现在的话，传统的话都是纸张啊，如果它像这样的话，其实也是一个环保的一个部分。现场纳钱，除了悠悠卡、市民卡之外，近期嘛加入会当用信用卡来纳钱，便利民众。台南市政府是表示，未来目标是路边停车价位100%的智慧化。改善停车入区公司失衡的问题，同时嘛节省民众找车位的时间，减少空污等问题。记者吴正云台报道。继续来讲，咱台湾的健保连外国嘛学了，开淡薄仔钱就当甲咱检查甲真十全。不过健保署搭统计发觉讲，去年有35000几个国民一年中间去予医生看拢超过90摆，所花的医疗费用计共将近32亿。你像南部一个43岁的女性，伊一年去看病就466摆。民众破病时阵，就会摕健保卡去病院看病检查。根据健保署的统计，台湾人一年平均就医15届，不过去年要到3.5万人的就医数量超过90摆。其中有一个女性，一年看近466届，总共开47.6万，平均一天去病院1.3摆。他可能都是有一些是呼吸道症状，或是一般人常会出现的一些头痛啊、偏头痛，或是贫血等等这些问题。那原则上，我们健保署其实都会关怀这群人，就一个季超过40次，他这个插卡就会提示院所说这个个案是高就诊的个案。健保署表示，去年多国诊处患者就医科别分别是医加医科的就诊数量76万次上悬，过来是内科甲耳鼻喉科分别有46万次甲34万次，占总就医人数378万次的41.3%。伫咧高诊处患者当中的女性占56%，各年龄拢有，其中65岁至69岁的人占18.17%上悬。核心门诊跟社区医疗群这些政策，其实都是现在主管机关有在推动的，但是会善用这样的资源，到底部件够不够？那我民众万一有了一个轻微的症状，然后我不知道说我到底该不该就医，那或者说我可能有出现2种或是3种以上的轻微症状，那我会变成说我会去挂不同科的一个门诊。医改会表示，拄健保署的资料会当看到高诊处就医的民众可能有综合检查或者是多种用药的问题，这嘛拢代表整合式门诊、家庭医师制度无够落实，还有就医咨询管道无够的问题，政府应该积极整合解决。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话，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字，现代人讲文明病啦，有当着辛苦病痛，较早毋捌发生的，骨力做认真做这做餐人毋捌去拄着的。
咱大都市的人，煞往往规身躯拢有镜头，啊，这都要看先生哦。毋是干那即马才发生，伫咧昭和8年，已经780年前，日本时代就迄个四巨人，咧劝人讲吼，现代文明的社会，应当直直穿啦，这对身体健康真伤害。咱都要安怎样？都要运动才会勇行。高正今日特别捡即个四巨人，甲你互相来探讨。见面咱先来听讲，近来家市直文明，土炭直行风袂清，每日乌烟直直清，风来也是飞过境。土炭闻着土乌烟，呛着冬天会生鲜，呛着白衫黄片片，甲家私呛着袂新烟。吼，你甲听即个歌词，这毋是即马才发明的哦，这是日本时代人写出来的四句联。讲即马近来家市土炭直行风袂清，因为迄当阵工业社会拄进展，嘛无像即马讲环保会当改善，甲讲环保土炭排污烟。渐渐有咧约束，渐渐有咧减轻。迄当阵土炭一直行烧倒清，清甲讲冬天会生鲜，清甲讲白衫黄片片。啊内底吼，佫劝解咱讲，囡仔穿着真危险，感风真快起肺炎，大人穿着像吞尖，下句穿着直化险，钱银着趁也着用，做人总爱有卫生。食清会省真可省，人无运动无静用，对，就是这乌烟安尼直咧吸，毋是即马才发生。日本时代人就即个知识，咧甲咱提醒讲，囡仔穿着即个乌烟真危险，感风真快起肺炎。啊，若大人穿着像吞尖，真正足够描写，写甲袂输敢若电影摆在咱的眼前共款，啊咧共劝。讲到即个乌烟的问题，较早当然无像即当阵知识遮先进，叫人就要去抗议，叫人就要去争取讲环保爱改善。咧共劝讲吼，钱银着趁也着用，做人总爱有卫生。鼻乌烟毋好啦，毋过吼人无运动袂精英。过来哦，过来讲运动安怎样运动？大仙佚佗公园边，烧酒钓鱼到溪墘，外军钓一娘钓鯉，大家欢喜笑嘻嘻。娘唱山歌，君念诗，君来切肉娘煮鱼，满岛山珍共海味，大细食着拢开胃，吼，真正足趣味。就是讲，招无人讲去公园啦，去公园来烧酒钓鱼。日本时代有公园就真先进啊，无咧禁人讲公园的边仔袂使钓鱼啦。毋则四句人讲烧酒钓鱼到溪墘，我君钓一娘钓鯉。你钓我嘛钓，钓起来吼，滚来切肉娘煮鱼，大家食欢喜开胃。安尼出外行，就是运动，当然身体就来勇行咯。啊，过来医疗的消息关心完，咱换来关心教育的消息。咱来讲英国 Times 这份报纸内底高等教育特刊，当公布2020年亚洲地区大学的排名，台湾有36间大学排有头顶，上头前的是台湾大学排伫咧第21名。啊，台北医学大学因为论文受到引用的分数大大提升，今年嘛排来到亚洲第35名。英国 Times 高教专刊按照2019世界大学排名小可调整指标分数，整理2020亚洲大学排名，包含30个国家甲地区，489间大学，北京清大又阁是第1名，台湾有36间学校入榜，台大21排名上悬，台北医学大学提升29个名次，排名35。领域权重过后的论文背影指标，那这些项指标的表现上面呢，我们过去3年呢，北医大持续的进步，那逐渐我们的学术影响力，就是我们论文发表被引用的情况是相当良好。台北医学大学指出，论文引用增加是提升的主要原因。学校名声甲国际化，阁要继续打拼。高教宾干中心执行长欧永琪教授嘛指出，这个指标已经用真侪年，但是今年全球受到疫情影响，学生流动甲教学拢无同，可能明年伫指标比重甲内容有较明显的调整。新的排名的方式里头会
加入，比如说一些线上的课程，如何去让它确保它课程的品质，校园里头的一些教学跟学习的一些变化，那也能够真正的展现在未来指标上面的展现。疫情对全球高等教育有真大影响。THE 嘛分析，若是亚洲学术人才拢留伫咧本地，亚洲大学国际竞争地位嘛会得提升。国内大学嘛认为，若是有搁较侪境外学生甲台湾放入去留学优先考量，对国际化嘛有帮助。记者徐新志明台北报道。因为这回武汉肺炎的影响，咱来看屏东石斑的外销冻店，国内的餐厅咧叫嘛减少。政府为着要协助饲石斑的养殖户，经过网络系统积极鼓励内销，嘛望这头家人就赶紧去申请产销履历认证，未来通互国民食了愈安心。活跳跳的鱼仔伫窟仔收来收去，这拢是屏东佳冬水产养殖产销第8班所饲的石斑。原底销量真好，不过最近受疫情影响，卖鱼仔养殖户煞销无路，加在政府出手斗3工。在农委会跟渔署这边，其实在内销的部分，其实都有一些布局跟一些行销。那所以说，可能也是在这次疫情的影响之下，那陆陆续续在国内行销一直看到有一些绩效。这阵疫情转好，国外饲草也渐渐变好。咱国内消费者嘛，更较愿意买通过产销认证，才安心又搁可鱼车。主管单位现在的严格的把关之下，包含产销履历，或是说纾困的一些条件来讲，都会着重在一些有认证跟产销履历的这些的养殖优质的水产品。所以在市面上来讲，它也会加强呢做一些安全的查器，那变得说消费者在买这些所谓生鲜或是冷冻的这些国产鱼的时候，可以大大的安心的使用。少年人回乡探价。唔但用心饲鱼仔，佮同齐打造出屏东头一个鱼草品牌。但客户强调，台湾饲的石斑品质赞佮好食，伊嘛继续推广饲鱼教育，毋望消费者道道交关。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长年来拢伫咧参庄照顾智能有较欠欠的汉民囡仔。台南地这个连心园基金会，近来因咧庇护农园内底开始种菜苋、种香草。推动青菜盆栽，互民众会当早回去家己照顾，家己种、家己挽，完全无农药，享受种菜趣味，嘛兼顾健康。细盆的栽啊，有大陆梅啊、葱啊、丁丁的菜苋，青紫色的看起来介高水。为着因应现代人食少，也注重健康，专门照顾弱势的连心园庇护农业工厂，最近杀出这种青菜栽啊，方便现代人食少，也注重健康的理念。咱古早种田的时阵拢伫田内底种伫裤骹底，但是咱即摆拢会当有足侪无共款的变化，咱就用蔬菜的盆栽。花草茶的盆栽，就会当互一般的民众拢倒来厝林的时阵，你坐伫办公桌仔头前，伫厝林的阳台，拢会当家己来种菜。基金会表示，这个青菜栽啊，只要有日头甲水就会使，所以种起来介简单。即阵农业工厂也提供互民众入来，经家己介意的芳草食物，也有青菜种类，再搁加较好一盆。体验就做安尼，你过1个月就变安尼，所以讲，咱会当家己来种。有疗愈的效果。在咧生活中实现食农概念，基金会望这青菜栽啊会使有好的销路，一方面做公益，增加庇护工厂的基金；另外一方面也鼓励店家做工课的汉民囡仔。记者综合报道。长期间拢推动去社区内底服务的丰岛老人福利基金会，伫咧传染症咧传的期间，同款嘛保持要求来参加活动的民众，爱采取社交的距离、挂喙罨，同款继续看顾社区这时代，阁有外籍的看护，因伫户外运动的习惯性。对老师做伙叮当起来，享受室外好天气。有的人搁挂喙罨，也是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来进行活动。口罩爱挂，家己看人较济，咱卖去，家己顾家己那个身体。就是很喜欢呐，很开心呐，然后就比较轻松啦。需要出来需要戴口罩。在防疫期间，各种群聚甲社交活动拢一个话停，但是丰岛所举办的社区外展服务并无暂停，是执行防疫措施，互长辈甲看护会当哪运动哪交朋友。疫情期间没有影响，因为公园的部分是开放式的环境，但是之前的话，他们比较都是会戴口罩，距离会稍微拉宽一点。
伫外展服务当中，佮专门替外籍的看护设计东南亚乐器的舞蹈活动，希望伫展览经过的同时，嘛会当消透因伫疫情期间的思乡之情。亲像是去年4月拄转来台湾的贾米拉，就拄着14天的隔离期，就特别有感觉。刚刚进来的时候好紧张了，在台湾这边的穿衣服的跟印尼都不一样的，所以一进来台湾都好紧张了。有每天都跟家人联络了。打电话是这样的，不用上课，然后他们都关在家里是这样啊。我都想我们家人都好好照顾他们，我在这里都有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过来疫情等候，各项活动慢慢解封。洪都指出，台湾未来也是要面对长照服务的趋势，希望经由社区外展服务，会当让照顾者甲被照顾者之间的关系更较熟悉，照顾者嘛会当有一寡休喘的空间。记者综报道。下晡报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地头详细资料。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30度到35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29度到34度。台南、高雄、屏东31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30度到34度。金门、马祖、澎湖26度到32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清。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你。伊是小学生阿伯，高水的海爸乌麻是伊的好朋友。看阿伯甲乌麻逐工斗阵生活，做伙佚佗，因厝里的人感情实在有够好，上适合规家伙斗阵来欣赏。6月7号开始，逐礼拜5暗时6点，少年阿伯go go 乌麻就伫咧公视台语台。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电推小姐。今仔日心情歹，话无想要讲伤济，直接讲重点。咱今仔日要讲的词就是受气。受气汉字写作受气，罗马字写作思忧受，可以气。受第7条，气。第3条，受气，嘛有人讲上气，无共听到的受气，嘛有无共的意思。较接听到的像白爽、气噗噗、气心老命、规巴肚火，还是气甲手长目角，拢有人讲。受气的时阵，除了家己伫遐吸气，大部分的人拢会。气性地、发性地，还是塞性地，较严重的有时会掠狂。像我细汉的时阵，阿母有甲我讲过吼，莫卡袂着，就伫遐塞性地。毋则阮的受气的时阵，就会直接掠狂。咱会当为受气的人的五官，还是伊的动作，知影伊咧受气，像气甲转伊转倒，气甲甲人引，甲人青。
甲人骂、甲人叫、对人歹嘴，还是甲人冤家相骂、相拍、相呛、相争，甚至举刀相抬、举枪相弹，创甲爱警察来处理，安尼代志就大条啊！当讲气死言无伤，这句俗语是咧考劝人唔通受气，较袂伤身体。无，若真正气死是真唔得。还有一句俗语，见笑当受气。这句的意思是讲，因为见笑惊人甲笑，煞颠倒家己先受气。六，受气，气噗噗，气身落命。手长目降，西圣地，气死言无伤，见笑当受气。真济医学研究拢有讲，受气对身体足歹。不过，若有无欢喜的代志，嘛是爱好好讲，讲出来较健康。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